今仔日的投票日，除了罢免案，还有一项重要的议题，就是核三停跑的公投案，目前是还咧继续开票当中。咱对边的票数会当看到，讲目前的同意票是431万票，不过这是离通过的后定500万票，还有一段距离。咱来看讲，咱国内核电厂的历史，是会当对1960年代讲起。今仔日咱的主家核三厂是伫咧民国73、74年正式上转的。这因为40年当中，这发电是累计超过5700亿度电。不过，伊嘛是捌发生过真侪意外事件。这时阵带大家来看这40年来的经历。起伫恒春海边啊，兴建中的核三厂，伫民国70年1月中完成1号机反应炉的吊装。当时政府挂保证核电正安全。一层层的护墙使所有放射性产物永远不会外泄。不过，敢真正当做到永远的？民国82年4月29，核三1号机因为工作人员的疏忽，致使5000加仑放射性废水排入南湾沙坡，互人认定二级违规。台电核三厂发生第3类 A 级紧急事故之后，民众最关心的莫过于国内的核能安全是否已经亮起了红灯。民国90年3月18，核三嘛捌发生台湾核电史上上严重的事故，厂外电源失电2点钟08分，致使炉心冷却功能捌失灵。台电解释，当天浓烟密布，漆黑一片，而且核三厂内没有充足的照明设备，花2个小时并不为过。核三营运期间，各样违规的事件几多件，需要注意改进的事件嘛袂少。不过，两台机组40年发电超过5700亿度电，即马在也设法要互伊继续运转。不过是安怎？当年执政党无要讲延役咧。100年发生日本福岛核灾，伫全球伫检讨核能的时阵，当年总统马英九宣布，敢若留核4、核1、核2、核3到期就停。核1、核2、核3这3座核电厂确定不延役。以反核起家的民进党，伫政党轮替执政了后，继续撒废核工园。108年7月是核三1号机申请延役的最后期限。不过当时几个月前，参加废核游行的总统蔡英文已经表达废核减煤的立场。在非核减煤的目标上，我们要走向非核家园。两位总统4届任期拢无伫法规规定，执照到期至少5年前提出延役申请，即马批评火力全开，用气发电。各对力量抛弃怀疑的社会气氛的情况下，那边立委希望重新使用核能，所以提出核管法修法，为核电换照展开大门。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第6条条文修正通过。联合主导修法，不过那边并无提出核电换照的主动权。若是执政党无提出申请，要安怎停开呢？那边搁再联合促成823核三停开公投成案，要交由全国公民决定。台电伫公投前一天主动提出愿意先做安检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让台电的安检能够继续往前走。核电捌担任供电甲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。民国74年捌创下总发电量占比超过一半，达到52.4%。后来几年一直降低，到尾剩核三2号机家己伫动，敢若剩3%的占比。核三2台机组除役了后，燃料棒拢已经退出炉心，无亲像核1、2想要停开，都爱先设法移走炉心的燃料棒。即照到期的机组，莫阁用啊，也是好起死回生的。社会目前还搁咧找答案。记者采访报道。